香香没带钥匙，你回来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安逸啊，要不要到我们家坐坐呀？我们聊聊。不了，太晚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先走了。 你回家了怎么不进门？我忘了带钥匙，可以吗？那你可以打电话给我呀，我一定会回来帮你开门的。你至于生那么大气吗？难道你没有忘记过带钥匙吗？那你跟我说清楚，青岛小白兔队跟上海乌龟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香香，你怎么把门锁了？香香，开门啊，香香！香香，开个门！开门啊！你别吵了好不好？人家在洗澡呢。喂，张老板，你好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香香，我一直很尊重你，可是这也要我们互相坦白才有意义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记者会上你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哪一句啊？你也知道我在记者会上面是随便说的呀。你自己随便说就算了，你干嘛连我也拖下水啊？这只不过是宣传啊，你也在这一行的，应该很清楚啊。你现在变得那么在乎干嘛？你明明知道我在乎，私底下，结婚2个字你提都不愿意提，可新闻会上你把它当儿戏，你想过我的感觉吗？我以前也不是没提过这个事儿，你现在是怎么了啊？啊？
姚倩，床铺好了。哦。怎么了？衣橱都挂满了，姚倩的衣服不知道放在哪里啊。你好呆呀！当然是先放姚倩的衣服，还不快把你的衣服全部拿出来？哦。不对。怎么了？那个程峰，他面试不是迟到了吗？怎么还能通过啊？对呀，太奇怪了。我想，他一定是走后门了，那他后台一定很硬。后台硬？哼，我就不相信，我们这一期谁的后台会比我硬？我倒有兴趣跟他斗一斗。那要怎么斗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归你们管，我只负责把那些讨厌的人挑出来，然后你们两个负责把他们赶出去。要怎么赶啊？想办法呀，要不我养你们两个干什么？哇，我的床看上去好漂亮啊！陈峰，你为什么想当乘务员啊？我从小就有这个志愿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做别的行业。雨珊，你呢？我啊，其实我是糊里糊涂的。当时陪我姐去考试，她没考上，我却考上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啊，真的？有容，你呢？我啊，我就是为了赚钱呢。赚钱？就只是为了赚钱啊？不过说真的，乘务员的工资也不算是顶累的。我也不想做那些不正当的事情，这个工资啊，够了。哦，听说我们这一组是关安琪带我们。他呀，听说他很严厉的。希望我们3个人都能撑到结训，不要被他刷下来。希望如此吧。希望如此喽。快点，快去吃饭去吧，快走。啊，可是行李都还没有整理好哎。哎呀，回来再收拾，吃饭重要啊。就是，走了，快点儿。好吧。他不会接受我当他的教练的。哎呀，你就算帮我个忙嘛，我知道你有办法让他心服口服啊。他有自己的教练，不需要我帮忙。